Another half of this congregation speak Taiwanese 99% of the time. 咱的会友中另外一半的人讲到99%的时阵讲台语，可能拄着会插一两句英语。今晚要来请一位讲台语的来表示咱的意思。I'd like to call a Taiwanese speaking person. Most likely, you speak in Chinese or translate. 是三仔昨下敲电话互我讲，叫我代表讲台湾话的人来讲几句罗伯斯讲几句话。我是足 surprise， 可能是伫1年前，大概是我反对了上厉害，所以可能是安尼叫我。我会记1年前，咱骗罗母人会讲要骗车。用美国牧师来做咱的真严实的牧师。迄阵我足紧张的，我嘛足惊，因为我足含人讲英文，嘛足含人听英文。我惊讲因为安尼教会我会袂爱去，嘛又想足侪理由，一直要反驳，嘛一直想讲看会什么方法来阻止会当莫来呗。结果。实在足无奈，嘛是着爱忍耐。因为大家拢赞成，无法度，所以我嘛是忍耐1年，讲互伊来安尼。到今仔日听着讲伊搁要离开咱的时阵，我的心情甲以早1年前的心情实在差足多。因为我即摆的心情是足毋甘的，搁想足侪方法来讲，看有啥物理由，同好家己留落来袂。因为伊实在是互我足喜欢伊的，我无想到讲，虽然我英文甲伊讲到遮尔无好，无法度通沟通，但是我嘛是足喜欢伊的。我会当希望讲，看会当用足侪理由来留落来讲，咱遐阁是安尼，看会当去袂着。但是即摆的心情，我若是共款，嘛是足无奈的，嘛是该阁接受伊的离开。我真正足多谢伊近年来互我感觉讲。接受足侪种无共款的文化，甲接受着足侪种无共款的美国人的生活，我真正真多谢伊。